12月6日，危急關頭。當我們更加成熟時，我們發現維持情感穩定的最可靠來源就是上蒼本身。我們知道仰仗他的無私公正、寬厚和慈愛有利於我們的身心健康。這樣即使是在任何事情都無濟於事的情況下，也會發生良效。如果我們真正依賴上蒼，就不可能向我們的會友兄弟扮演上蒼的角色，也沒有必要完全依賴個人的保護和照顧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90頁。當在一切人性的力量都失敗了的時候，總有一個人是不會離棄我的。他總是分享我的歡樂，把我引向正路。在沒有任何人信任我時，會信任我。雖然我的快樂和幸福會是因為人為的努力而有所增加或者減少，但是只有上蒼才能給予我那份充滿愛的滋養，讓我去依賴上蒼，得以實現每日的精神健康。